来看总统蔡英文甲副总统赖清德今仔分别伫总统府接见美国华府的智库传统基金会访问团。访问团送2024年经济自由度指数的报告书，恭喜台湾伫全球经济自由度排名第4名。蔡总统嘛感谢美国方面对台湾的支持，嘛希望讲传统基金会会当继续协助台美深化伙伴关系。赖清德嘛搁再强调和坚定捍卫台海现状的决心。 This is a book for me. It is. One moment. 蔡总统欢喜接到美国华府智库传统基金会拜访团带来的2024经济自由度指数的报告。这届台湾，搁一届伫全球排第4，甲去年同款。美国是台湾重要的安全及经贸伙伴，拓展彼此合作领域，除了符合双边的利益，也能够确保全球供应链的安全稳固。感谢美国好朋友长久以来对台湾的支持。 蔡总统嘛希望传统基金会继续协助台美伫各领域深化同化关系，因为伫5月20日后，就要换副总统赖清德来接手。赖清德嘛强调讲，伊会坚定捍卫台海现状。我也非常清楚，台湾的责任非常重大，我会跟副总统当选人萧美琴大使，还有全国人民坚定地捍卫台湾和平的现状。Taiwan is one of the shining lights for the world.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All of us on the political right in the United States are with you in maintaining the status quo. We're grateful for your own personal courage. 美国国务院甲欧盟最近就甲中国双边关系进行对话，而且发布联合声明，强调美欧负责任管理对中国的关系，嘛强调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美国在台协会主席罗森伯格嘛转发这个声明，表示欢喜看到台湾的重要性伫国际上愈来愈有分量。 咱国外交部嘛表达感谢。外交部对于美国及欧盟再次公开重申支持台海和平稳定，支持台湾有意义参与国际组织，并肯定我国民主成就的坚定立场，表达诚挚感谢与欢迎。外交部嘛指出，最近中国各方面取消2项对 M503航线协议，也有伫金门、厦门海峡起步空的行为，拢已经引起国际关注。台湾会持续甲美欧等理念相斡的同伴合作。 共同捍卫区域的和平稳定甲繁荣。记者综合报道。